生態病院結合外科、麻醉、護理、甲啲營養、復健等部門，組成多專科團隊的照護，推動 IRAS 手術後加速恢復的核心精神。對團隊近期照護一名92歲做左側降結腸癌的手術，病院啟動 IRAS 照護的流程。對手術前的4禮拜，由個案管理師完成體能甲啲生活品質的評估，到後續的居家自理的訓練，讓整個手術的風險大幅度來降低。其實現在的社會越來越往全人照顧方面走，就是我們不是只照顧手術了，其實是你從手術前、中、後，有很多細節，絕對不是只有我們外科醫師一個人就可以解決，這要大家的努力，所以多專科不只是多專科的醫師治療，還有多專科的人員對病人的照護，這些健康體系，甚至我們現在要擴展到醫院外面，這個讓整個社會都真的動起來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意義的活動，但因為前面都有準備啦，所以說後來手術中後來其實都完全都照表操課，所以都非常順利，就我幾乎沒有什麼意外。醫師強調 ，IRAS 的重點唔定縮短住院的時間，而是提供完整照護的理念，對手術前的準備、手術中的管理到手術後的康復，攏需要透過個人甲啲團隊來合作，才會讓病人更加快速回來到日常的生活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